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你今日有请到来宾咯，我哋可以讲起我哋福起来看到以太嘅一个眼房吼，伊咧差不多喺高中一年生嘅时节，以下一条歌係記錄到而家嘅實質阿婆，哦，幾條歌按到記得過來。咁今日一條歌我聽得到係今日咧，我哋客家流行音樂大賽嘅一個評審嘅特別獎。那同時喺18歲時嘅呢度記錄而家嘅成人，而出嚟一啲我哋相對陽光嘅一啲合適。今年20歲嘅，可以做咗一個特別嘅事情，有一啲個南北嘅一啲細順人，好來去記錄到，而這個可以係咪可以變成一啲我哋講唔單止講係我哋客家後生人，同時嘛可以是對啲後生人可以是行出而家嘅人生嘅第一步。我哋馬上翻去今日來賓燕鳳，李燕鳳來欣賞。燕鳳好，主持人好，歡迎來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燕鳳，我係來自屏東，現在做田鄉。燕鳳啊，那真的是每一擺都看到人嘅成長，冇錯，真係嘅。啱唔敢點佢嚟睇擺嚟嗰啲類嘅相片，唔係，你咪睇下嗰個相片幾矮下。唔單止講我哋喺音樂上面有成長，我哋咧身材嘛有成長，你係咪一來一個呀？睇下講越來越皮啦，我講係有一些人，其實嗰種年齡差唔多176差唔多啦，他媽我180人嚟啦。我今年179，對，因為睇下從譬如講180，他就會講嚇你有180哦，咁我然後就講我178，就哦有啊，嗰啊，就可能我就講178。冇啦，其實你看對我哋差唔多16歲、18歲、20歲，吼，其實你只係話太嘅時節啦，吼。但是歸到我哋今日主題，你講第一講其實呢度記錄即個嘅20歲，好嘛，算是一個算是行到過我18歲、20歲算是我哋太遠嘅第一步。錯啊，好，咁啊作為一個算是人生一個歸從太嘅一個算是一個嘗試啦，好，我哋做一個南北的小巡迴，然後同時喺北部喺我哋嘅河岸留言嘛，哈，其實佢係啲我能講。貴東人係一朝聖的地方，同時嘛，喺貴東人希望講，我有一日可以睇我哋河岸留言一部分嘅表演嘅方法，係證明講。我係咪算是一個流行歌壇的一部分？哦，有是哦，就是講你睇一齊下歌嘅人啊，就是對於即係公館那邊但係喺河岸留言嘛，還有嘅海邊的卡夫卡本來咧就睇河岸留言嘅當歌，還有嘅女巫店全部睇公館嗰邊嘅 live house 嘅展演空間。嗰時嗰度下歌嘅人啊，無但係喺下客家話啦，或者下河洛話嘅下ฝั่嘅嗰度嘅歌數，全部就係對一個地下音樂哦，地下 live house， 對，地下是用感覺從嗰個嗰度當中。演出來嘅，嗰時真係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很大的里程碑啦。同時今日喺我哋貴東講，從事做獨立音樂嘅人係一個插旗嘅地方，因為唔係咁睇嘅辦法通，因為佢是同佢唐嘅人嘛，義工嘛佢練啊，喺冇好堂冇堂有名氣冇嗬，佢種其實嗰種即係啊冇嗰冇新鮮嘅嘢冇到咁啊。而且佢又把佢貼喺度講，唔係啲售票的演唱會。錯，阿你其實貴太啦。其實本來咧，我但係我一班屏東廠啊，因為喺舊年代就有一個上班想講，因為嗰時係要去下一條過去比賽，投演客家流行音樂比賽，嗰時得到第一名。就想講，差唔多今年18歲時就來做合適，20歲但係一天我嚟做一條目標嘅事情嘛。本來喺做屏東廠天啊，後來喺因為我嘅朋友就喺河岸留言上班，因為佢留言愛都跟嘅關係，愛熟起嚟。嗰時候想講有個機會可以辦一個就是售票，在最後那邊留下一點足跡。嗰時候想講，嗰陣我就請嚟嗰度特別嘅朋友啦，我就私訊到特別讀書嘅啦，反正我之前在提前講到嘅記得嗰度嘅時節比賽有出合集，有錄音室沒有嚟到現場，然後講下講天台嘅蔣麗亞姐沒有過嚟，還有個香香姐推咗6隊嘅主持人，然後同嘅國家大賽叫下過嚟。其實今日貴東人其實昨天辦嘅河岸留言就係一個當然係咪情感差，因為全部都係數十幾人嘛，所以講大家願意過來買票支持我。雖然講嗰時我就是有公關票，本來個便宜是因為，不過真是他講願意花嘅按部條嘅時間過來談下唱歌，用當作成人嚟講下談下唱歌啊，談下講法，其實就係個淺難地嘅按部條。因為我相信吼，台灣人去參加，唔係因為講係一個談唱歌，因為其實台灣人一路行都看到唔行
行過來啦。其實嗰種人都真係都看到你16歲開始，然後得到獎，然後開始一路向右，嚟今天啲路營養嘅路向以外，其實佢努力去做，用很獨立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對，我唔錯。然後其實兩年都會有一啲作品出來。佢說他跟人哋如果佢我哋算是河岸留言地方，算是我哋都跟嘅關係也關係的。他同時嘛，喺許多嘅地方去緬懷那個地方，同時嘛喺看到一啲我哋講新嘅後生嘅。是呢，後生嘅慢慢地變成我哋呢音樂界地方，我哋希望講未來係啲歸太民生嘅事情，可以參與到他的成長。相信嗰種人來講，其實係買啲海報的人講，我海報我以前有看過李彥峰很嫩的時候其實啱啱到後生有一個清太嘅一個意象，係邊個嘅相對用講地方嘅鐵頭歌曲很多聲音嘅。所以講其實對大家唱嘅歌曲，就講到後生嘅地方有一句歌詞就寫到，對聲音變做後生，我很愛用版了一下。所以講就是從小孩子到後生嘅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這麼多的故事，這麼多的感情，然後我怎麼來書寫的？嗰時候我有個感情下啲後生嘅歌曲地方，就變成我後生嘅特別從嘅最後一首歌曲，算是那時候寫的主題曲。可是我頭都有講到講，都係對於我哋聲音都後生嘅一部分，一部分感情，安樣嘅一想咯，佢都寫唔出來吧？你用唱嘅，我哋慢慢反映我哋眼風同埋創一團後生人。好。愛不是我愛上，從愛人很遠嘅人有幾多？愛聽聽嘅行，聽聽嘅糖，用電同愛強行，對聲音變做後生，愛很愛用伴來想。好彩夜公安講，翻過在天堂，晚做點公本愛堂。這條係後生人，我唔錯。其實一地方如果我講到一句話，如果從南戲院嘅人，唔知講呢邊係啲個戲院嘅人。因為其實從細其實啲擺來到，我所知道唔係喺邊嘅嗶哩波羅嘛，嗶哩波羅係嗰時嘅時間嘅，嗰時嘅情感劇嘅主演就係吳宇斌，跟住個戲院就因為係嗰時候嘅時候都到吳宇斌身上。日本人嘅千無強嘅想法吧，我想去教音樂，看到我嘅決心，看到我嘅熱情，嗰時候變成送我一把吉他。後來呢，嗰種開始創作嘅時間，我可以請聽書，你就本來一個 iPad， 本來一本書，就本來自己去描出一條歌曲出來。嗰種係想講，佢係一個，就是他沒有設想說，你是一個小學生，你就只能做這些事情。佢眼光放遠，想講我有一個能力，你就本來工具，本來自己去描，就是給我釣竿的感覺啦。嗰時候就想講，其實一路向本來喺嗰時嘅時間啦，唔係有高中嘅時間，嗰一頭嘅時間，讀到嘅現場，讀到嘅朋友，全部本來嗰支持啦，滿滿嘅眼神嘛，有鼓勵。嗰時候真是係想講話行到一刻，其實我感謝就太動人嘅。嗰時候，跟住就會成日講，不是會想唱嘅幸運嘅有幾多？你聽聽嘅行，聽聽嘅糖，要按當然同埋強下。嗰日擺喺巡演地方，因為頭都我哋已經有紹介講，我哋喺台北嘅河岸留言有唱嘛。咁其他咯，喺南部嘅部分咯。南部就喺主場啦，就前年疫情以後嘅屏東嘅喜事歌手，專門辦喜事歌手，其實是全面廣東嘛。因為歌手嘅主演幫人給很大的啟發。因為於斌現場就唱喺在我心裡種下一個種子。我想我沒希望變成種種子的那個人，因為我有一個我有這些經驗，我有經驗有啲機會做在本條。本來有聲音嘅地講，我突然喺提強用一個總條台嘅，嗰時候我做在一個飯廳上面做的，嗰時候建議其實嗰時候嘅教職員同小朋友係做在免費入場，希望大家聽下來談看學長的創作故事啊，希望對你們往後的人生可以有不同的啟發。對，你講嘛，本人後輩啦，我嘅學弟學妹，然後提供佢聽下一啲總條嘛，聽下學教台，我可以做到，等嘛可以做到。係啊，就是我最開始嘅想法啦，反正係有一個青態嘅很大的意義在。咁半夜4號呢？今日就係海邊的卡夫卡的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其實前面講到啊，
海边的卡夫卡就在公馆的河岸留一个蛋糕，不过因为都更的关系嘛，以前输退嘞。后来呢，就是在高流插旗。我想讲，其实係因為係講我個朋友睇下你哋上班嘛，其實海邊卡夫卡嘅調解員就過去看下你哋表演，就講到其實亞青咩高雄新開嘛，想要條演出，跟住前面嘅前邊馮比克先生咩睇卡夫卡剛辦完演出，嗰時候也就想講，有一個也是客家的創作歌手可以推薦一下，嗰時候就聯絡一下講，做睇高雄辦一場啊，嗰時候開始的意向出來，嗰時又特別又有高雄。这2個算是就是大家音樂人有點那個心之所向嘛，然後我自己非常意義的畢業的歌手，嗰時候要3場就有很多南北小巡迴，怎麼可以冇總鋪呢？因為我沒有那個把握。佢客氣了，但是我相信我的觀眾朋友同我頭都唱嘅歌嘅，係我發現佢講佢感動我經驗嘅，因為24號可能已經來唔及嘅嘛，但是我哋至少時事嘅啦、高雄嘅啦，對吧？有機會。各種也要買票吧，有買啊？屏東因為這些這個我自己處理的啦，自己做表單。過時他搞買給發，就是有我的 Google 表單，全部就係 IG 版有連署，用 Google 表單買，還有連結。好，海邊卡夫卡就係 KKTix，其實係 Google 搜尋。香港嘅南北小巡迴就聽得到就車起來去用路況這個蠻好。但是我想問一下，因為也擺南北巡演，就從都講嘅，從一到也擺我哋講巡演啲嘅歌曲嘅內容來講嘅話，要特別做乜安排？就係其實嗰時有本出來嘅功課，就係講我寫新嘅歌，因為其實去年嗰時係對推動轉到中央大學，其實花很多時間準備。可是去年嘅作品其實冇軌道，就會一條歌都幾次嘅錄啦，跟住轉學考的心路歷程。後來就你就想講哇，要辦20歲要辦演出，如果都辦了還唱舊歌，太多舊歌好像冇怪要生氣啦。嗰時候我就本出來一個功課講要寫5條新歌。嗰時候跟住就睇下呢段時間，我有嘉賓係我嘅好朋友松子還有漢翔，因為咧我去佢衝來。去給它精選出來高中，我把它分成我一開始初期的作品，然後中間的行下給稿，還有最迷就我高中時期很重要的一些創作跟要感謝的人。個特別係嘅是那時候取名叫發光預備場，後來嘅屏東場次的很多你是閃耀的星星，就很多就是要擺下個新的主題曲，就是在這個循環的這個概念，巡迴的這個概念啊。嗰時候也擺屏東同高雄每位有新嘅歌曲，大家都會聽到。我唔錯，學頭到我哋眼房已經講到幾多條歌嘅，休息下我頭都講嘅歌嘅，我哋可能唔係聽得到，我哋馬上過來喲。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竹鐵嘅李彥鳳來到嚟現場，同我哋分享講而家擺喺2023年作為嘅南北嘅一啲巡迴表演嘅啲內容。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頭先已經有講到講，其實而家擺地方有下一條歌啊，咁多行這條路啊，錯。咁一條歌嘅當初作品係來源係乜呀？嗰時係因為係一開始去推動圖書，後來就想講哇，來到鴉片真是係好像有點後悔。其實因為想講，因為音樂呢就係講，嗰篇音樂呢係講我想要培養你成為一個小調的音樂老師，咁我就冇選擇做音樂嘅形式啊。喺教生講，其實嗰時去到推動以後呢，嗰度嘅想要做嘅比賽啦，或者去嗰度去北部做嘅事情，可能就會比較卻步，因為嘅溝通就會個無縫片，個發嗰度時間同錢。嗰時開始就想講，好像有點後悔沒有選成大。嗰時因為嗰時有送南威嘅好高嘛，不過後來就下一條歌安慰自己係講，就係每一條路就像愛好現在一條路紅呢，其實就係路上會很多不同的風景，就某天超講就沒有什麼對錯啦，就係講一條路天超會有一定的收穫，一定的過程當中一定會有一些你得到的東西。嗰時候想一條歌就有點講咩講講咩一個思想，就最尾就是說一條歌詞一首歌最尾一段就講其實大家都係幾個幸福，
给切个路有唔嘅照顧，就係提講一條路其實就對前面後3年的意向也有點相同，就係講一路紅其實嗰度嘅路都是我自己選擇的，沒有感謝各位董也是聽着這首歌的人，謝謝你們照顧我的成長。好，當下我哋眼風對一條歌嘅說明以後，我哋馬上就反映我哋眼風帶來一條歌嘅行這條路。後3年。無嘛嘅好景，就走吧，走吧，走吧。原來為了呀，看到長長嘅花，聽到滿園嘅歌聲。用嘅全部卡，買地下半夜嘅火車站，佢衝定過，行到過去嘅路，輕鬆嘅腳步，佢切架嘅路。一條幾次嘅路，其實也對一個歌詞裡邊，我發現到其實一路行眼風係一個貼合的一個，我哋講音樂創作者，而這個常常對於人這個嘅生活裡邊去做有幾多嘅音樂創作嘅靈感，同時你會發現到講，其實唔單止佢會鼓勵這個感謝朋友。同時，伊嘛佢會鼓勵朋友，同時睇咧，伊幾時喺高三嘅時節做2條歌嘅。其實有一條歌係比等下即個嘅同學，尤其是高三嘅時節，幾時考上大學以後，各年都行各年嘅路嘅。啊，幾時人做一條歌係其實係幫人哋高中嘅朋友嘛。啊，錯，就按照再一次做夢。其實條歌我覺得係，就幾時嘅畢業歌曲啦，我下半日睇下。一首我覺得，其實上本來喺下半年辦嘅辦過人文班，因為係人文班嘛，一年生或升1年生嘅時間去寫好嘅。可是後來就因為講欣賞看起以後，想講這個歌詞看起來好像放到每一班都很適用，嗰時候我就不了了之。後來因為高三畢業嘛，就想講，這首歌再拿出來看一看，嗰種嗰種事情就好像就默默的實現，因為底部會下到曾搖搖晃晃越過山丘，也跌跌撞撞走向成功。就講其實嗰時大家在準備考大學嘅時節，其實係非常壓力非常大嘛。唔管係我哋班有特殊選才，多元入學嘛，班有個考學測，其實大家最迷就係都是有找到自己的浮木上岸的感覺，是那時候真是喺壓力過大準備考試嘅時間。歌詞裡面有講到，記得那一片星空，我們為青春歌頌，我們終將為自己展開笑容。其實就等下，其實高中畢業禮行嘅綠豆，喺牛頭山上，那時候沒有光害，看着滿天的星空，就構成我們好像真的找到了歌曲裡面那一片星空。後來嘅歌詞喺我高三嘅時間寫嘅，我們終將為自己展開笑容。一句歌詞其實就係講。唔管係可能我上去讀大學，反正係要到朋友，其實冇讀就出前去做事，反正考警察，其實全部就係希望大家就是不管是你考試考的沒有你理想中的狀態，或者是你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狀態，就是講不管如何，我們都終將為自己展開笑容，就是來本大家嘅一個鼓勵的話吧。希望大家最尾就做的不管是什麼決定，都可以是一個快樂的結果。操！一條歌我其實咪喺數聽我哋18歲時出的嘅。其實冇，因為也係後來那時候收歌完之後才才做好的一首歌。其實另外一條歌曲我們喺下半年嘅高中欣賞嘅共用，也是高中那段時候很珍貴的一首創作。喺後來嘅歌，後來發嘅歌，然後西洋嘅樂器，還有聲音嘅附用。因為嗰時欣賞就本來嘅嗰度嘅。給我們很多的想法，就是前面講嘛，其實求學路上遇到好老師，本來第嗰度嘅台灣嘅文化啦，台灣嘅歷史，因為佢搞歷史嘅，畢業你行大家去聊到，唔係大家去聊啦，就是最大嘅從頭本來去看人權園區，本來喺台灣過去有一段歷史，嗰時候對佢嘅感觸真係係特別深啊。
跟一條歌曲，按到後世人嘅惡行，海聲音咧舞用係 MV，佢哋有一擺上課時講，可能是講到某一個山老鼠的新聞吧，就係講海聲音嘅話有機非常喺山當紅州舞用，因為非常他想要就是他想要當一隻台灣黑熊，就是保護台灣這片土地。嗰時候談起以後，其實高腔談片講可能高腔會提共生氣，不過我是心裡面會有那種覺得說，其實也共振的啦，就是他是對台灣的愛是真的。嗰時候我就一直記提醒關注。嗰時想講我畢業唄，我去綠島嘅畢業旅行的時候有個晚會，我就條下一條歌曲，我就搞泰嘎衝啊，泰嘎就衝本禮堂，嗰時候也個很珍貴的一首創作。嗰時就現場彈到一條歌，我真係感覺能用。所以狗子啊，就講，因為嗰時喺晚會結束之後，也本來講啊，結束了，大家繼續睡夢，明天還要去浮潛。他就說，慢慢等下，我有條歌衝本塔，我就把 A4 紙拿給他看，因為冇看過嘛，歌詞本意，然後就那時候我帶吉他，然後用下來衝全版，用下衝一條歌本吉他。嗰時候拿回有一個周邊，平東廠的周邊有一個舞勇，上尾台灣舞勇就有一個對我印象很深的欣賞。我相信伊啲先生吼，我其實已經感覺到佢感動啦。但是講下佢特別都講，因為以前佢創作地方又有方言，又有客語，吼，又有頭都講嘅河洛話。佢從一部分冇共樣嘅語言吼，而且佢哋寫作嘅時間係咪有冇共樣要注意嘅地方？其實其實下條歌曲喺 MV 人先生就係講河洛話嘅語啦。如果喺同學校嘅辦通講河洛話嘅同學就講河洛話，就很親切。嗰陣想講，我下一條咁差嘅一個天初，我用河洛話嚟寫。唔講我平常時就希望講河洛話，唔講我談歸到新的台語的創作，就像滅火器、正義農一條係我歸校嘅新嘅寫河洛歌嘅新嘅創作者。嗰時候我對河洛話嘅有啲用法，還是有一些概念。跟住我前日嘅講河洛話嘅朋友，跟住我們打完球，還去吃火鍋，我們跟佢講，等下舉起阿波卡，而且下條歌本欣賞，因為其實全版都歸咁下欣賞啦。不過大家可能比較沒有創作歌曲的能力，那他們就很願意幫我這個忙，或者跟楊木條就我們就這樣拼拼湊湊，就每個講，其實底部有一句歌詞講到，看到溫武出團，你就會快樂的人，就係講看到我們有成就，看到我們這麼的有成就，你就會這麼開心的人。嗰時候想講，有那一個詞係形容就是出席，或者形容說我們有成就，你就講有個詞叫出團。就是在講這個概念。嗰時候有個詞我就冇談過嘛，就同佢講，我們就當一來一往的把這首歌完成。咁因為常常有人講我講，因為我哋講嘅話言調冇共樣，講嘅話嘅內容冇共樣啦嚇。譬如講我哋講客話嘅，嗰時候我哋聽到客話嘅言調嘅時節，鋪出來嘅曲路變成安尼些。嗰種講到聽到河洛嘅言調嘅時節。講鋪出來曲如果冇聽我嘅，佢幾時間唔知個係全部嘅河洛嘅詞語誒，你能開始做曲，還是講寫語曲？一邊開始，一邊開始。詞曲我覺得咁樣冇條兩點鐘全部下來嘅。嗰時候其實因為喺我上嘛就冇上軌道啊，其實你就有對到，就是它就是一個意外的產出。唔講我有下個就有一個小小的原則啊，就係講我希望我衝出來，睇下做得。那從我從客家講，按堂嘅是客家話嘅話，我衝出來某款歌詞咩做在堂嘅成個創作嘅，係我一個小小在努力的方向，也是在下個時候會注意嘅事情。嗰時候其實大家喺彈歌嘅時候，就堂嘅衝嘅時候，彈嘅都歌詞底部嘅感情嘛，可能我唱歌以前就講下一條歌曲嘅故事，就第一條歌曲嚟講乜嘅。我嗰時候嘅歌詞幾好講，因為嗰時因為我有一句歌詞寫加在一。我講下巴，就係講好彩而家，好彩幾件冇原本煩惱講冇好搞做得黏，是讓好家在已經沒有讓你煩惱說，因為他很煩惱我們沒有好學校念，希望感覺全部送國立太紅嘛，所以我寫句歌說，幸好我們已經沒有讓你煩惱說沒有好學校可以念了。跟住因為河洛話講讀書係講讀嘛，你讀到位嘛，唔過跟住我寫歡樂無花好念，寫唔錯嘅吧？其實歡樂無花好讀，唔過跟住即係可能從，因為跟住那是很緊急的狀態，去綠島前一個禮拜才寫完的，嗰時候因為沒有時間校稿，
后来 MV 我规迄嗰時綠島完結束回學校之後就3集了，我就冇畢業典禮邊。後來規好搞情形上嘅時候，現場就講，你給歌詞完全下唔出嘅哦，好像不是你哦，係他。嗰時候其實沒剛好搞啊，就是你有那個心去寫出這樣子的一個歌曲，它的裡頭的靈魂跟故事是真實的。不過其實就像我寫條版寫嘅客家歌，底部可能沒有嗰度。用法冇全用嘅可能比較偏華語，不過這就是一個記錄嘛，係咪？他們有一個記憶，他們嚟出去表演就係衝堂啦，就係講因為他就是還是要改成正確的嘛，就有一個好小小的特神奇嘅故事，做得同聽眾朋友分享，咩嘅改好嘅歌唱，係嘛？談到一片，我發現到講其實我哋眼房對伊的身邊的人事物其實有幾多位的注意，休息下我哋下我哋話有幾多個精彩故事哦。默默走到這個年紀，還是讓人不敢相信，這場遊戲還有多少距離沒關係，至少我們在一起，看了太多道理，太多複雜情緒，時間交錯堆積，我們就這樣前進在未知的世界裡，我們都別忘了大口呼吸。哦，我想和你一起，就算披荊斬棘，不能呼風喚雨，慶幸能一起淋雨。回頭看自己，還有桑影，你是閃耀的星星。這條閃耀的星星，我們從也如何來的呢？眼房同我帶來的閃耀的星星吼，我會發現到講其實眼房嘅歌嘅好多真係同人哋唱同我聽到歌真係冇傾向，因為有人聽一下歌啊，有一歌嘅地方呢都充滿了對未來嗰度嘅想法哈，然後同時對未來嗰度嘅一啲期待，希望講他個人可以喺未來路行行到夢想嘅路行啦，吼，他個人可以向下行。佢像這個其實佢算是我哋講個年輕嘅時間都開始寫歌嘅出來比賽，吼，16歲、18歲到20歲，其實雖然講4年唔算一啲幾長嘅，但是對人家自己來講嘅話，應該嘛看到大細細比賽，慢慢參加不到發通，除咗到發通地步，無論的比賽地步，你這個有意味講，有影響唔幾層嘅人員。影響係嗰一層咩係遺憾，放遺憾。因為一開始比賽時間有培訓嘛，跟住遺憾就係向下嗰度發行三張專輯咧，客家嘅5個數。跟住人哋培訓結束佢哋攞杯，同強德同自家小路卡拉嘅主創嘅3萬人，所以攞杯就係啦，來這邊做啊，同嚟打嘴鼓啊，就大家上講法啊，講下佢哋嘅創作啊。後來就可以談嘅，哇！啲歌又按厲害咯，因為從客家方面按時行。嗰時候嗰陣我就同佢變做好朋友嘛。後來嗰陣我16歲到一下，其實每拜加上上節目啦，或者去嗰度天台，或者去看表演，我哋講下有時會督導。嗰時候我哋有時我還有嗰度嘅問題，我就會打電話問佢，我會他也會很不吝嗇的跟我講。嗰時候想講，他是一個亦師亦友的角色。那麼佢就係請有個神奇嘅故事，就有一班人嚟去錄鬧嘅大擂台，跟住咩佢用藝團意向比較強烈，跟住我就圍着吉娜姐的化妝，跟住佢哋就講，我就在講說哦，我想講，跟住我這種可能喺 MV 講顏色夠強，就下歌，嗰時候他一跟人上台，可能勇氣可嘉，跟一個勇氣可嘉獎。不過後來吉娜姐就講，哇，你動作跟評判起來是宅咩？就講，他要同我講，其實叫我不要這樣想，因為可能就評判起來看到我高低不會給很真摯的感情，講一個後生人其實有一個
很大的发展的空间。有加上艺术通来讲，也跟颜色就像也跟颜色做出来嘅音乐，因为可能都唔够太一些。你哪怕下一条歌曲，都给自己归来弹，它是很珍贵的宝藏吧，它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作品。故上不要去贬低或是去看低你每一个时期的创作，或是你每一段时期的想法，那都是一个很珍贵的记录。这样子的一种特色吧，一种特色，就是很强人的各位地方。那我有地方，我有按照对未来的想法啦，对他人的鼓励啦，能向下行啦，有些东西真是很样的细思地方。唔单止讲写出来去鼓励他家，同时嘛写出来去记录嘅时间，唔只个为一点人生的一个部分。因为真实就系因为我写一条歌曲唔系随才写，因为真实系有一个感触，就系我嗰度嘅朋友系同我共下行，就像我之後嘅好伙伴同朋友就是瑞斌，其實佢就係對我嘅音樂上有一個非常特別嘅加成效果。其實嗰陣我明白我哋高中熟識嘛，嗰陣去投演，因為以前沒有力讀書，我哋算個群一些，嗰時候有條表演同比賽我哋情誼強下。嗰時候嗰陣我同佢講，我覺得我們真的有種1+1大於2的感覺，因為佢啲我嘅想法，我咩個欣賞，我也很欣賞他的整個人，還有他的小提琴的情意。嗰時候其實同每班我上有嘅想法，可能就像我講我嘅小巡迴，其實我嘅情意去到台北，又來到高雄同屏東，其實每班就係講他真的沒有必要陪我跑這麼多地方，不過他也很享受這段過程，他也同樣很感謝我給他這個機會。嗰時候也就係一個相輔相成的結果。嗰時候真是係有一個一起前進的感覺。從一條歌曲之前從嘅想要的星星底杯嘅介紹就講。看了太多道理，太多複雜情緒，時間交錯推進，我們就這樣前進。嗰度還有商業，我們在這樣子的未知的世界裡面找尋自己。嗰時候嗰段時間其實缺乏一點勇氣，就成為星星的勇氣。嗰時候歌曲就一開始在下，還有商業，你是想要的星星，告訴你，你就是一顆想要的星星。一直到最迷一團，我在一個有點合唱感的堆疊完之後，告訴大家說，還有商業成為想要的星星。就各位把團講，其實就是一點勇氣而已。嗰時候希望我嘅一條作品嚟做，寫嘅一條歌，做嘅一條事情，做得本人有一些勇氣，本人變做，你們有機會變成這樣一顆閃耀的星星。佢像你這個嘛，這個寫歌嘅嘛，這個會彈，這個會唱哦。咁一部分話，你這個有人會講，你這個有聽到乜人做成也一個目的嘛？喺嗰度嘅節目講嘅嗰種，我講清風嘛，因為董清風他是一個很人格合一的一個人，他好多的想法，好多古靈精怪的樣貌。嗰時候我係唔講係之後到一下，其實我冇想講一定要大紅大紫啊，就係講其實。看到嗰度朋友講啊，就想講哦冇啦，唔聽得瘋啊，就係講反正下個有影堂，然後辦演出有人願意來看，可能是朋友，可能是些許的粉絲，其實安用就可以蠻久嘅啦。其實我嘅好朋友就係講台北場的嘉賓，我的漢翔，其實他給我很多創作上還有音樂上的幫助。其實後來前面歌曲想要的星星，其實對於以前都有他，其實全部嘅詞曲還有編曲的錄音都係自己來嘛。其實條歌曲。對大家可能聽起來會想講，燕峰歌曲有進步一點，可能有進步啊。其實就會感謝漢翔同埋很多的幫忙，就我覺得算是很多面向的，這真是情感加一啦。也講得清好堂，所以他算是我現在目前小目標想要達成的一個對象。頭頭有講到講，其實一般危險時事國社會的佢重要嘅原因，就講希望講同時一方面係感謝到講，其實嘅主人可以的佢睇認同，同時佢睇鼓勵，同時嘛一般人咧學體人咧 happy 地講，今年咧一隻嗰個創喺上面創過嘅嗰個係以前係一塊地方，也會學教，也會存狀態嘅。但是嗰種講健康人嘅生意咧，冇得講也會學 happy 嗬。真是有想過我行一條路，冇得像同樣對音樂一件事情係有興趣嘅。能用我去建議人講，用我行音樂一條路啊？所以講，有人問我創作歌手，我覺得創作歌手需要具備什麼特質？我覺得是感受、觀察、真誠跟感恩。因為其實我哋就係只是我哋全部我哋朋友啊，一條嘅粉絲願意花他們的錢或時間留俾我哋，來支持我哋跟創作。其實這就是我們的真誠跟
感恩换来的这些真诚的眼神。故说想讲你想要来做音乐的话，可能你就会有自己的觉悟，就是你可能没办法赚大钱。不过就是讲你可以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不过喺音乐啦，或喺各种嘅艺术创作家们嘛，其实大家就会遇到自己嘅理想、自己嘅梦想来生发嘅嘛。其实人生安短嘅82年嘅时间，你都得在这时间里面做出你觉得你明天要离开了，你这些过程你可以觉得不虚此生，那种感觉，其实就会，我觉得艺术创作者们都在追求这件事情。故事其实大家冇想讲给一个目标啦，做的不过你就是你要多方发展吧，做唔得单枪冲过，你可能各位讲法，反正你会画图，你会设计，你会企划，你会编辑，其实各位做嘅事情可能就是。看他嘅时间，你就会什么都要碰一点嘛。故说其实你想要成为一个自由接案的创作者，或者是音乐创作者的话，你就会为各种事情吧来想。等于如果其实你这个音乐的艺术的创作最重要的是讲真诚的对待自己啦。好，除了观察以外，同时要诚恳，要真诚的去对待自己的感受，同时要感恩对我哋甲别人事物的部分。等于讲全部讲好了，真诚的讲，你自己系该认真，同时嘛，该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人生，记录自己的人生的部分。但是我从头想讲，譬如讲，头都讲，伊比嗰時就對推動專已經要總統太好嘅時間，伊比幾年睇準備考試嘛，嗰時人要下國嘅兩個少，但是也一路好有你這個想講，我哋講讀到中上期嘛，譬如說撞牆期，這個下唔出國嘅時間啦。其實我冇本期嘅壓力過太啦，因為嗰時就會在準備轉學嘛。其實沒有公司一整年教多少首歌沒有嘛，沒有人逼我。故說冇過太壓力啦，想一下就想，冇想一下就做這個想做嘅事情嘛。不過也把很有機會遇到演唱會想講哇，感覺要來多寫一點新的東西了。故說就會，這就是很好的推進我前進的一個動力嘛。故說都有它可是，其實他們嘅神發版有個軌道，其實在新學校還有新的環境也算是步上正軌。故說成功也可以有夠多嘅時間，做得好好面對自己的想法，面對自己生活周遭更多新的人跟故事。故說以後大家聽到我新嘅創作嘅機會會越來越多。可是大家追蹤我的接生賬號，所以我 Streamer 的接生賬號吧，我明天數 IG，還會總會放上我的新歌的資訊、演出的資訊。故說希望大家好，李彥峰嘅創作嘅發，李彥峰嘅演嘅發，再來追蹤我的社群軟體，這樣。但是對也要各位同事，也要歌詞地步，同時嘛，今日一個訪問地步，我發現到講，其實彥峰係一個幾單純的一個聲音咧，好上癮。那同時，底下單純地步，你會發現到講，其實對我哋嘅生命，對我哋嘅著作為嘅對我哋嘅人事物來講嘅話，伊嘛幾感恩，同時也就感恩睇下各位地步看得到。今日感謝彥峰來到現場來分享安多安精彩故事。我是郝明哥，希望大家好，李彥峰嘅歌嘅話，做咗隻青年嘅生日號拜六，係平常日嘅時事歌手，還有半夜4號拜5，喺高雄嘅海邊的卡夫卡，我嘅後山人南北小巡迴，還有2場，希望大家更好來支持哦。對，暑假來請來了，休息下哦，等下我哋先上來聽音樂哦。